Hello，大家好，多謝大家今日又睇呢一個 video，我係易經商嘅 Easy。咁今日咧，我哋亦都係繼續講下咧，如果內地人士上嚟香港工作同埋生活咧，有啲乜嘢嘅方法嘅。咁我哋都講過啦，係有3個嘅方法。第一個咧就叫做高才通或者係高端人才輸入計劃。第二個咧就係輸入內地專才計劃，而第三個咧就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咁高才通咧，我喺上一個 video 已經講咗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翻上一個 video。而今日咧，我哋就嚟傾下乜嘢係輸入內地專才計劃。嗱，輸入內地專才計劃咧係最普遍嘅申請嚟㗎，最普遍。咁個名都話俾大家聽啦，佢首先嚟嘅申請人咧要係專才，而佢同高才通最唔同嘅咧就係佢唔需要係世界100大學100強大學畢業嘅，亦都唔需要話咧年薪超過250萬嘅。但係佢嘅特色就係一定要香港已經有一個僱主，香港有一個公司係申請或者資助啦聘請咧呢個內地嘅人士咧嚟香港工作嘅。咁嗱，睇啦，僱主嗰方面當然要係一啲已經係成立咗嘅公司啦，喺香港有業務啦，當然越多就越好啦。喺香港已經聘請到本地人，交過稅，咁就最理想啦。咁即係話僱主要有實力，有實質嘅業務。咁而僱員咧，亦都要係一啲受過教育啦，大學畢業啦，亦都係喺相關嘅行業裏邊咧，係要有足夠嘅經驗啦。咁然後兩者咧聘請埋一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幫客人咧做一個嘅計劃書，解釋俾入境處聽，就係話點解公司要聘請呢個內地人，由呢個內地人所得到嘅，即係佢所持有嘅學歷同埋技術咧，喺香港人都唔係咁容易揾到嘅。咁嘅話咧，就可以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嘅方法咧，係嚟香港啦。OK， 咁所以呢個特性咧，最緊要就係一定要有一個僱主，而咧聘請嘅職位咧，亦都唔可以係太過初級㗎，要比較中高級以上。咁收入方面咧，亦都要係比較足夠咧，係支付呢個人啦，或者佢家人咧喺香港生活嘅。咁亦都唔能夠同香港本地嘅員工咧有一個直接嘅一個競爭嘅。咁呢啲咧都係咧入境處所考慮㗎。咁所以咧通常批出嚟咧就批2年到咯。咁2年之後咧就會續簽。咁續簽就反而比較簡單，只要僱主證明呢個人繼續喺公司度服務，公司繼續會以同樣嘅一個條件聘用佢咧，續簽嘅時候咧就比較簡易啦。咁至於第一次申請會有1年定2年咧，其實就真係睇下嗰個工種或者嗰個人申請嘅時候咧，佢嘅學歷、公司嘅實力咁去睇嘅。OK， 咁所以咧每一次申請咧都會有少少唔同㗎。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歡迎大家聯絡我哋，咁我哋咧就可以因應住你哋每一個嘅個案咧，係度身訂造一個咧合理嘅一個方案咧，去幫助大家申請啦。咁今日咧輸入內地專才計劃咧就講到呢度，而下一個視頻咧我哋就講下乜嘢叫優才，究竟優才係點樣申請嘅。多謝大家觀看，拜拜。